个叫什么花？这个是丝瓜吧？不是丝瓜。月桂叶跟迷迭香，找不到。站着。别买了。哦，起来了！洗厝干、送市场、卖菜各样上公帮，落做下做料理，好外用板比杜创。今晡日啊，小人客来做厝，我去请饭馆来煮好食嘅料理。阿姨出发喽！拜拜。拜拜。婉瑜今天要去哪里呀？今天啊要去菜市场嘞。拜拜。今晡日天煮洗厝干，迄几件来料理够300个玩意。伊自家讲自家迄料理汤人，听起来动听哦。不过啊，伫点煮面之前，你还有个较重要嘅事，我先做好来哦。在找门口，小李的家。明义今晡日喺啲阿姨婆婆下订晚而来，再个向下出发。虽然啊，两三人对自家动有信心，不过有关买菜嘅孔口，还我先问一下诶，究竟係老经验嘅阿姨婆。介绍给我。他是我同学。你好，你好。他是我姨婆。南瓜怎么挑花？告诉我。南瓜都很多种啊，有长的，有圆的。也有椭圆形的，比较硬的话就会比较好吃啊，比较成熟啊。那就要去了，准备出发去了。阿姨婆烧嘅饭瓜，明义样看起来汤唔多是嘅用嘅喏。好地啊，夜摆迄人天一摆去市场买菜，迄有唔晓得嘅，就得先问看人热心嘅买菜调价哦。任务，请给。今天要买月桂叶、西洋芹、红萝卜、香菜、南瓜、洋葱、迷迭香、芝麻、原香。我只知道红萝卜、南瓜、洋葱、香菜。那个迷迭香是什么呀？那个我不会画。迷迭香你是画这样，对，是画这样。然后这个是绿色的，我画青牛。明义话嘅迷迭香冇乜嘅抢呢，光还忙去到菜市场前，先来个讨论一下呐。今晡日啊，咱我去做洗厝干，系先前是来个辛辛苦苦去到山度去撮竹笋嘅明义同家安。上摆啊，几条路哪会系竹笋，哪会系芦笋，都咩唔清楚嘞。夜摆啊，应该话有较精啦吼。这是南瓜种类，我觉得黑子南瓜温度很像西瓜，还有中国南瓜。中国南瓜看起来像那叫什么？晒干之后可以做水漂那个东西。那不是丝瓜，其实我没看过整颗的南瓜，因为我阿妈就买回来，然后就切了，去农田挖那什么南瓜。南瓜用挖的吗？哦，用拔的，它长在地上，南瓜长在地上，不是。饭瓜上到奶都唔低，都好等一下，就要去真正嘅山体，就做得好好来问看呐，种饭瓜嘅工种人哦。今晡日嘅洗厝干都要出发来去请饭瓜，一组爱到有机农场做小农夫，另外一组啊爱到菜市场来去请饭瓜。嘅硬嘅洗厝干又要用嘅套呢，就等等佢压掉腳鋪來看下哦。先找什么？找月桂叶。你觉得这边有吗？我觉得这边应该没有月桂叶。对呀，我也觉得。这边都卖一些好吃的，拉面，还是吃麻糬，麻糬也可以。我们要先找蔬菜，去地下1楼。哎呀，你到两啥上到去请奶烘咯？南门市场卖嘅东西同多，1樓都係賣早貨，調味料較多，青菜撈肉絲，做清楚啲睇下事。胡說啊，你到兩啥要好好討論咯。找到了。因为这边有卖西洋芹吗？你要刚1颗吗？这几块？这个60块1斤，你要还是要剥下来一颗一颗的？一根一根吧。
芹菜有分外国跟台湾吗？你现在买的这是外国，台湾是这种小芹，两种不一样。它这个是煮菜用的，加热；这种的话生吃，这可以生吃，生吃我可以煮熟。也都可以。买到嚟使用芹菜，用嘅洗厨杆未發現到長菜攤呢，有當到盲食看過嘅菜，像係蔥頭，厝體一般較接看到嘅，還有拍色、老吊菜色嘅荷托，也兩種係進口嘅哦，拿來做常式用膠當合食，食起來嘅味是沒有較辣掉嘅哦。这就是进口的，这是台湾的。差別在哪裡？这个会吃起来比较有味道，那這個呢？味道比較重。这个还好，我们一般吃到的是吃到这种，這個幾公克？大概400公克。400。幫我挑50公克的。没有50公克。哦，沒有。哎，我知道了，應該是挑那個一整個，然後要切50公克。你現在才燒。明姨啊，菜市場買東西冇要搶滿50克的啦，都愛稱斤稱量，冇就係愛買貴量嘅，也係貴包嘅。好地啊，有好朋友做對來聽數，呀哈，你也條還有飯瓜愛買，嘅間母主把他也來請款啦哦。你们要什么？南瓜。南瓜。怎么挑？怎么挑？你们会做什么用？我们要煮汤。做汤是不是？对。这个是现在市面上的叫栗子南瓜。栗子。对，它可以不用削皮。哦，这个叫东升南瓜。那两个的这两种都可以不用削皮，它的皮很嫩，看你要用差别吗？两种的口感差不多。那这种台湾南瓜的话，它就皮比较厚，必须要削皮。煮浓汤那我介绍你们用这个好了，这个吃起来比较有南瓜味道。挑你就看它的熟度，一般南瓜熟的话，它这个蒂头会比较干一点。哦，那这个这要那你70块就好，算你们便宜。会鲜呢。好，谢谢谢谢。被喷到了！被他喷到了！你要买它回去。清少機會到菜市場嘅玩意，看到太寒呢，咪做得搞到眼痛哦。唔過啊，我想寒呢，當初唔係用根本嘅愛買嘅哦。飯瓜牛筒唔係愛用到月桂葉同迷迭香咩？你先請一下，看睇下是有賣冇啊？請問這邊有月桂葉嗎？沒有啊。那請問要去哪裡找？一樓有月桂葉香哎。乾燥你問看看，對，問乾燥看看有沒有。要讓這邊有迷迭香嗎？迷迭香粉而已，乾燥迷迭香没有，只有粉。哦，雜貨店。這邊有賣月桂葉跟迷迭香嗎？沒有哎，不好意思。沒關係，謝謝。請問這邊有賣迷迭香嗎？它怎麼可以搖着走？哇！不要抓翅膀，不要抓翅膀。請問這邊有賣迷迭香嗎？沒有，對不起。那這邊有月桂葉嗎？月桂賣完了，剛賣完了，對不起，而且要晚一點。沒關係，對不起，對不起。對，2個嘛。我找不到哦。好，现在怎么了？很衰，没找到。要不然就是賣完了，要不然就是沒有月桂葉跟迷迭香。那你们现在决定怎么办？別買了。讨论看看嘛。
好啦，这两种香料伫菜市场度，真经是东南情价，是讲爱用到，就要先打电话本素食嘅调价来问看呐。你也着去观一下了一下诶，先来看呐。咱我一族无看过番瓜嘅洗厨干，上来去到农场忙啊。走吧，走吧。农夫叔叔好，我们今今天要来找食材。好，你要找什么食材？南瓜。你这边看，南瓜在哪里？这边，哪有南瓜？这好像没有南瓜。这个什么瓜？这是丝瓜吧？不是丝瓜，丝瓜有这样子光光滑滑的吗？这个是你们要找的食材，什么瓜？南瓜。南瓜是藤蔓吗？瓜类都属于藤蔓的东西。我经常听说这个中间走道，如果那南瓜让它爬藤的话，下面比较遮阴一点，比较凉快一点。我以为它会长在地上其实种番瓜嘅方式同多，像油阿叔就是搭棚嘅，本番瓜浸台顶上。不过啊，每有人喺顶几多天内风台顶上，安样啊就唔让番瓜跌下来，跌法咧就唔好看咯。南瓜要怎么挑选？看起来都一样。你要看颜色区分，绿绿的没有？还不能收，有点淡黄、淡红。这个你看，颜色有没有不一样？这个已经黄了，那个是不是还白白的？它比较雾的感觉。对。那我这边瓜类有很多种，你刚我们走进来，对不对？有没有看到长长那个东西？有。像条蛇的，那叫做蛇瓜。来剪下看看。剪这里吗？剪这里，对。有没有？它剪下来之后有个味道。对，有一种很有特殊的味道，香香的。闻起来有像榛果的味道哎。油阿叔嘅菜园风，种嚟同多铁皮嘅菜，味道啊爱放葱嘅来调色。菜嘅风嘅旁嘅档，有同多嘅干呢，干嘅杜风，并嚟葱嘅好嘅香水，是爱批到米丝，葱嘅啊就会种入去，安样就唔是泻药嘅哦。那只好不好？我觉得这边的会比较好抓。它怎么可以咬着走？哇！不要抓翅膀，不要抓翅膀，不要放手！给它吃。这样没了。明义同家安，无看过三爸爸嘅鸡，有说一下到农场就开始叫鸡，伊那会紧走。拄好啊，你也着夜拜爱买嘅菜，有一项要同鸡有关哦。那鸡有没有在叫？你们为什么会在叫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母鸡生好蛋的时候就会叫，好像跟全世界讲说我蛋生好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叫一段时间就好了啊。里面，我看到了，那边，里面有2颗哎，外面还有吧？不要激动。鸡蛋，哇，温温的耶。刚生吧？这边也有。鸡蛋要挑小颗的，因为大颗是老母鸡生的蛋，营养没有那么高。那这一颗呢？这颗是比较年轻的母鸡生的，底下有一颗呀。这颗长长的，这里会有鸭蛋吗？应该会吧，因为那边有鸭子。这个包鸭蛋嘞。那为什么它们颜色不一样？颜色不一样，鸡的品种哦不一样，生的颜色就不一样。像黑毛土鸡哦，生的蛋比较白一点，那这个是我们传统的土鸡生的比较淡黄一点，那这个不一样。今晡日明义同家安太丰富哦，青豆的番瓜，盐时的每认识的新食材傻瓜，就连鸡卵要去自家去偷嘅哦。遇到嘅食材都准备好势咧，撒下来啊，就等咱爱做洗厨干，记下着我去学种元宵。汤圆吗？有包东西跟汤圆不一样，差不多这样吧。不是这样，再小一点，比汤圆大颗就好了嘛。要用面粉去那个搓，然后要包那个馅料。老板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这个内馅是怎么做的呢？教你们哦，多挖一点。这样够吗？够。好香哦。然后开始这样搓，把它搓圆。感觉好难搓哦。这样不合格哦，有半出油，所以很黏。
为什么要加猪油？因为加猪油会比较香。难怪那么香。这个怎么搓都不圆呢？第一次学当然搓不圆啊，我是搓30年才开始圆。30年，要怎么搓才会圆呢？要凭感觉，眼睛闭起来去感受一下。我完全不能感受。啊！够圆？还没。感觉永远都不圆呢。够圆了吗？对，这个很漂亮，好，这样就标准。那为什么会很圆？我每次都搓成钻石啊！飞碟。哎，有像UFO。两位洗厝干都同个的弄料压干，也得有弄好嘅料，还爱蒸冷冻，看硬掉的，按用啊，蒸出来嘅颜色，蒸为圆碌碌的，压下开始准备哦，你也得爱甜点出来做了。这个汤里面要沾水。沾水。为什么要沾水？因为沾水粉才会吃得掉下去。对，粉才粘得住。摇大力一点，动作大一点，这样拉长。你2只手啦，你1只手搓。好，这样第一次就完成了哦。我们要用干的把它捞起来。哦，起来了。很开心，很开心。万一啊，没想到第一摆就做成功的好，老二家下竟失败的心情补转来的。也温水，嗰张糯米粉也铺，要重复做到3到5摆哦。安尼紧张紧太力，皮没会动杂步哦。好重啊！一丢就摇了哦，看，好摇，好，赶快摇。对，就是这个动作。我发现一个双胞胎的，我就摇开了，你的力道比较大。我不会捞哎，然后我帮你用。好。2个人一起，2个来配合看看，来，你拿这个。我拿这个。我捞哈，我数1、2、3，其实你都不用动。1、2、3。快点！哎呦！来倒在这个盘子里面。这样你们这做好了，来这里给你们摇，让它的粉变细，表皮不会这么粗。为什么要这样子摇？不要把它包起来？因为我做的是元宵啊，用包的就是汤圆。汤圆是用手搓的，这样，就是汤圆。用摇的、用滚的才是元宵。伊个黑脏的，伊个黑浓的，野秋的颜色同扮演青木相用嘅素菜。古说啊，颜色看起来会较唔冷，又都会哩哩气气，扮演就会较冷，好起来，按用啊就唔会搞差咯。食起来咪咪又都会木相用，洗厝干来试看啊，就啲咯。还蛮好吃的啊，红红。Q 不 Q？ 很 Q 哈，因为是纯糯米下去做的。虽然二两三做嘅颜色，呢条架看起来系木起结嘅，不过啊，看二条食到暗欢喜，米是应该系以好食咯。好啦，家家留起食体，我来准备做饭瓜料理咯。这边来先做啊，南瓜等一下再切，先切别的，这样把它切一刀。就说先切，你又不听。这叫什么？洋葱。客家叫什么？外国洋葱。客家话。葱头。你仿佛在抓它的痒哎。今晡日啊，万一亚族爱做饭瓜黄金球，故说爱先攞葱头切好来，放落皮饭瓜爱先削皮。明日亚族爱来泡饭瓜泡菜，也出料理金管类嘅青菜较多，故说切菜爱动细腻哦。好硬的，都是纤维。吃下去啦，这样哦。哼啊。哦。还是呀。不是，我是说这个。把奶油加进去，这个放进去炒，这个放进去炒。有奶油的味道。是加奶油啊。万一亚族做嘅饭瓜料理，系爱煮同嘅用嘅。古说啊，爱先捞所有嘅青菜萝卜炒完，再个调味。要加我们的迷迭香跟我们的月桂叶。超不喜欢的。为什么？月桂叶。只有一片而已。为什么不喜欢？因为那天完全找不到这个食材。啊。这样。
加多少？全部。全部加啊！不然干嘛倒进来？啊，还有一个没有放到，我们的酒加多少？加少许，少许多少？加。那叫我停呢？好，然后很恐怖哎，酒都出来。水加200cc， 200cc是多少？你加我会跟你说停。可以放在量杯里面吗？可以。量杯要怎么看啊？要有数字啊。OK。看米做设计过程，我定爱知，也出料理做出来係乜嘅意思呢？也下伊就用啥手先定看啦，也出料理还愛講滿10分鐘，才做得做烘一鋪。咱愛做根本伊愛做嘅料理係愛用泡嘅，故所啊，愛先落雞卵、麵粉，攪到糊糊，才會撈切到幼幼嘅嘅青菜，黏黏起來。好，待會放進去啊，你就輕輕的這樣放下去就可以了，不規則沒有關係。也出料理吃到唔會易難哦，不過愛記得青菜唔好冰太多，希望表面已經泡到擦擦的。當我嘅青菜三芒熟，故所啊是冰一絲絲的就好嘞。今仔我做青菜應該愛好的哦。一半，先不要多。老煮完嘅青菜湯，用果汁機打到綿綿黏黏，行愛再個撈起冰到鍋嘅度烘煮，安呢盡管類嘅青菜才唔會磨熟，沙丁就做得快速來煮年宵咯。低一點，對，不用怕。我怕被燙到。加水，加6分滿。6分滿是多少？你們老師是誰？我打電話給問你們老師。全部。6分滿，好。然後是這樣子。不行，6分就不行，我很堅持，6分就是6分啊。你們老師說數字可以說，不是啦，就是等一下 stand by， 然後待會呢把它汆燙好，不用落去底毛。哦。煮過嘅年宵，用冷滾水冰到底度浸一下，安尼啊，以下嘅降溫，年宵食起來嘅皮就會很較軟、很較堅哦。把它加到5分滿，就是一半就對了。那你要夠，好白啊！只有一次機會哦，小心哦。很不錯的金瓜，有甜嗎？有。喜不喜歡自己做的？哎，裡面來，這是菠菜。已經沒抓到它的。好吃嗎？好吃，超好吃的。超好吃啊！這麼有信心啊！金瓜吼，在客家莊呢是非常多的，用西式或中式來呈現，我覺得也不錯。什麼魚？羊來了，那我們跟觀眾。羊來了，再見！哎，哇，那你去炸你的，他吃他的。那你剛才說還好，接着說超好吃的。对啊，你我去学完回来教我，再教你。我教你，你教我。什么节要吃元宵？端午节，中秋节、端午节、冬至，宵什么宵啊？元宵节。